如果你仲未變到好有錢，我話你知，你可能係因為唔夠愚蠢。聽落好矛盾，今日帶你睇下投資大師查理芒格 Charlie Munger 呢一張財富曲線圖，睇完你就知點解聰明人往往賺唔到大錢，而笨人先可以笑到最後。睇下1953年，芒格30歲離婚負債身家清零，係人生最黑暗嘅時刻，但係芒格夠笨，佢冇自暴自棄，而係由零開始。1962年呢，佢38歲成立基金，得30萬美金。佢唔求快，慢慢累積到1973年，身家終於到咗2500萬美金。你以為佢上咗岸？1974年股災，佢50歲，基金2年輸咗53%，身家腰斬，剩翻1200萬。差啲破產，呢度就係分野。聰明人通常會驚到離場，但芒格選擇咗最笨嘅方法，死守同等待。你睇下張圖啊，由1974年跌落去，佢足足用咗16年時間，到佢66歲嗰陣，身家先至翻去股災前嘅水平。16年啊，你有冇呢份笨嘅耐性？過咗66歲，佢嘅財富先真正垂直起飛。芒格50歲跌到谷底，要到86歲，即係36年後，先執到人生第一個10億美金。到佢舊年走嗰陣，身家已經係26億。芒格最核心嘅心法就係依句：我想得到某件嘢，最可靠嘅辦法係令自己配得上佢。佢嘅愚蠢其實係極致嘅理智。只要你個腦夠清醒，身體夠健康，福利係唔會虧待笨人嘅。如果你而家仲喺低谷，唔好急。芒格60幾歲先重回巔峰，80幾歲先變巨富。最緊要係不斷修煉，令自己襯得起你想擁有嘅財富。想學更多理財思維，記得 follow我會持續為你分享更多財商乾貨。我哋下次見啦！